小白熊智能恆溫杯，採用醫用級物料，更低碳更耐用。長撳開機 ，TDS 水質檢測同巴氏消毒功能，99.999%殺菌率，雙重保障，寶寶飲得更安心。全新升級，一杯雙蓋，調轉就係專用小水杯，飲水飲奶唔耽誤，精準調校，一步到位，500毫升大容量，無限續杯，2分半速熱，肚餓想食唔使等，10400mAh電池，持久恆溫30個鐘，冇電都可以保溫10個鐘，1.5小時極速充滿電，急住用可以邊沖邊用，快啲帶返屋企啦！開關機鍵 TDS 電量鍵顯示屏溫度增加鍵溫度減少鍵。使用前注意先將壺內清洗乾淨，將產品充滿電後再使用。溫度調節長按開關機鍵開機，默認加熱溫度攝氏37度。短按開關機鍵，切換溫度選擇。短按加減鍵，可一度一調，調節溫度。消毒操作開機後，杯內可加入50到100ml 水，長按加鍵，此產品進入消毒模式，默認30分鐘。TDS 電量鍵，短按 TDS 電量鍵，屏幕顯示水質 TDS 值與當前電量。充電指示燈顯示，主機充電時電量顯示白燈閃爍，主機充滿電，電量顯示白燈常亮，主機電量低於40%，電量顯示紅燈常亮，主機電量低於10%，電量顯示紅燈閃爍。屏幕顯示嬲，而且紅燈閃爍，代表電池電量已用盡，無法開機。產品無法開機，請檢查電量是否充足。產品無法充電，請檢查電源是否連接正常。